緊故事度講啊？可以講翻故事嘅嘢。啊，好，開始啊！呢個故事叫做《森林的守護者》。又重新讀過。係啊，小女孩艾莉。第一章：森林的呼喚。喺遙遠嘅山谷裏邊有一片古老嘅樹林，佢個名叫做綠光森林。森林裏邊每棵樹都有千年嘅生命，而且河流都啲水咧好似寶石一樣咁清澈。一個8歲嘅小女孩，佢個名叫做艾莉，住喺森林最邊緣嘅小村莊。艾莉每日都會跑到森林裏邊玩。佢最中意咧就係聽雀仔唱歌啦，同埋同啲鹿仔咧一齊奔跑。有一日早上，艾莉發現森林裏邊同以前唔一樣，變得冇咁充滿生機。小河流都變得渾濁，樹木同樹葉都開始枯黃，好多動物都不見咗蹤影，唔見晒。佢感到非常擔憂。然之後佢就去揾咗佢嘅嫲嫲。嫲嫲係一位了解大自然秘密嘅人。呢個祖母就對艾莉講：樹林喺度呼喚緊你啊！佢需要你嘅幫助。污染正在破壞緊佢嘅生命，而只有守護者先能夠去拯救佢。艾莉就問：我應該點樣先能夠成為守護者呢？祖母微笑咁樣俾咗艾莉一塊金色嘅樹葉。佢話呢塊樹葉會指引你，佢能夠指引即係會話你聽咯，指導你啦，指引啦，引導你咯。哦。即係好似你唔識踩單車咁，我會指引你點樣踩單車係點樣嘅，教你啦，係啦，教你。佢會能夠幫助你揾到森林之心。艾莉下定中間啊？我都唔知森林之心係咩，唔係嗰個心臟啊，森林嘅心臟啊。艾莉下定決心，帶住樹葉開始佢嘅冒險之旅。第2章：迷霧溪的挑戰。第2章即係第二節啦，第2集好唔好？我哋以為第二個故事。唔係，佢有6章。艾莉踏入森林，第一個遇到嘅障礙係一條迷霧籠罩嘅小溪，溪水不再清澈，仲散發住一股奇怪惡臭嘅氣味。艾莉諗緊點樣先可以渡過呢條溪流呢？突然間佢睇到溪邊有一隻小青蛙。小青蛙話：小女孩，你要穿過呢條溪流啊？艾莉點一點頭，但係睇到青蛙睇嚟好似好攰。青蛙話俾你聽：我嘅屋企咧被污染破壞咗啊！河水咧令到我啲朋友都走晒。你能夠幫我揾到清澈嘅泉水嘛？艾莉知道，如果幫助青蛙，就能夠揾到渡過溪流嘅答案。佢隨住溪水隨住泉水嘅聲音，揾到一處乾淨嘅小泉。佢用呢個金色嘅樹葉引導泉水流返去小溪，小溪變得清澈起嚟。青蛙好感激，佢咁講：向前走啦，你會揾到更加多
需要幫助嘅朋友㗎。第3章，石林中的守衛者。艾利繼續向前行，嚟到一片奇特嘅石林，石頭就好似巨人咁樣一樣站立喺度，形成咗錯綜複雜嘅迷宮。艾利試着找出口，但無論走去邊個方向都係掘頭路，即係盡頭啦，即係擋住咗咯，死路啊！即係好骨嚟㗎。唔係，即係冇路走啊！迷宮啊，係冇路行。突然間，石林中央嘅石頭喐咗起嚟，變成咗一個巨大嘅守衛者——石頭人。守衛者低沉咁樣問呢個女孩：小女孩，如果你想穿越石林，必須回答我嘅問題。問題就係大自然最需要係乜嘢？水。艾利思考咗一陣，艾利話：最需要嘅係保護同埋尊重。大自然唔能夠自己講嘢，但係佢需要我哋嘅愛同埋行動。守衛者笑咗一笑，讓開咗一條路，就話：你嘅回答令到我相信你係真正嘅守衛者，去拯救森林吧。第4章，陰暗洞穴的秘密。艾利走陰暗啊，即係好陰陰暗暗、陰沉咯。因為好黑㗎。係啊，好黑㗎，好黑嘅。艾利走出石林，揾到一個好深嘅洞穴。洞穴裏邊漆黑一片，只有微弱嘅光線照亮前方嘅路。佢見到洞穴嘅深處有一個玻璃樽，裏邊載住啲黑色嘅液體，散發住好惡臭嘅味道。艾利明白到惡臭即係咩啊？即係哇，好臭啊！軟笨難臭，咦，好臭咁咯。艾利明白到呢啲液體就係污染嘅源頭。突然間，一隻黑暗嘅狼從陰影中走出來，低聲咆哮：你想剷除污染，就必須挑戰我嘅守衛。我會用問題測試你嘅智慧。隻狼就問啦：如果有一片樹葉就快枯萎，你會做啲咩啊？淋冇得水咯。呢個係希希嘅答案啊！艾利諗咗一諗就話啦：我會俾水同陽光佢，幫助佢重新生長。希希都叻喎，好有智慧啊！但係我揀到陽光。狼，你都好啱㗎啦，啱咗一半。狼點一點頭，我就話：你明白如何點樣先可以保護生命？去啦，你將嗰啲污染剷除啦。艾利用金色嘅葉子觸碰污染嘅玻璃樽，樽裏邊嘅水慢慢變為清澈嘅泉水，洞穴重新變得充滿生機。生機係咩？生氣啊，即係好嬲。唔係嗰個生氣，生氣咧可以係好嬲，同埋可以係呢個大自然真係好有生氣啊！即係有翻生命咯，可能啲水又乾淨翻啊，好有生氣咯！即係呢個大自然啦，好好咯，咁樣咯。第5章，森林之心。艾利終於嚟到森林嘅中心啦。中心嘅中間。中間啦，嗰度有一棵巨大嘅古樹。哇！咁。古樹嘅葉咧
曾經咧係綠色㗎，但係而家咧已經枯黃咗，佢嘅樹幹似乎喺度哀傷咁哭泣。哭泣即係爛啊！哭泣即係喊啊！哭啊嘛！哭泣。艾莉走近睇到古樹嘅心，有一粒閃亮嘅水晶正被污染嘅黑霧包圍住。艾莉用金色嘅葉子將佢輕輕放喺水晶上面，金色嘅葉子力量驅散咗黑霧，水晶重新變得透明，古樹慢慢恢復咗生機，葉子重新變翻翠綠。翠綠即係咩啊？翠綠色即係好靚嘅綠色咯，翠綠咯。青檸綠啊？青檸綠都係翠綠嘅，係好叻啊！希希諗到青檸綠啊！森林裏邊嘅動物都跑翻出嚟，重新唱歌。第6章守護者的承諾。艾莉翻去村裏面，話俾大家知佢嘅冒險故事。村民聽咗都非常感動，佢哋決定要停止砍伐樹木，亦要保護樹林嘅清潔。艾莉明白到真正嘅守護者並唔係一個人，而係每個願意行動、珍惜自然嘅人。即係話我哋每個人都係大自然嘅守護者嚟㗎。從嗰日起，艾莉就成為咗森林嘅守衛者。佢每日都會去樹林檢查，教村莊裏面嘅孩子點樣保護大自然。森林重新充滿了生命，而艾莉嘅故事成咗一個永遠嘅傳說。故事就完啦。呢個故事嘅教訓咧，呢個故事想話俾我哋聽，大自然點生活？係我哋嘅家園，需要每個人嘅愛同埋行動去保護佢嘅。行動即係咩啊？行動即係出手心機。係啦，即係要行啊！譬如你想而家去淋花，咁你要行出去淋花，咁呢個動作叫行動，即係唔係口講咯，即係唔係想咯。我想淋花係一個諗法，我淋花啦就係一個行動咯。哦，即係心機啊？心機係啊，喐動啦，一個動作咯，即係要做咯，即係動詞咯，啱你啊，希希好叻動詞。每一個嗰兩個字，總之係嗰兩個字就係行動係啊，要用行動去保護佢。只有尊重同埋珍惜，先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希望呢6章嘅故事能夠帶俾小朋友嘅啟發同快樂。希望大家都喜歡大自然啦。